最近港圈真係出咗件勁到爆嘅大事，一代傳奇四哥謝賢老爺子啱啱走冇幾耐，港媒就爆出一份價值過億嘅遺囑。呢份遺囑一曝光，即刻喺網上面炸到開晒，入面針對前新抱張柏芝嘅幾條硬性規定，劇情仲比電視劇仲要精彩。今日我哋就好好拆解下呢份遺囑背後到底藏住點樣一段段豪門恩怨同埋滿滿嘅心情。第一章，天上跌個代管權，係餡餅定係緊箍咒？先睇呢份遺囑入面最令人眼紅，同時又最令人頭皮發麻嘅安排。據圈內知情人士透露，謝賢老爺子今次真係落足本，名下總值超過1億港元嘅資產，包括淺水灣嘅豪宅、長線持有嘅港股、幾十年累積落嚟嘅影視版權，仲有佢珍藏嘅名錶珠寶，全部都計入遺囑入面。但重點嚟啦，90%嘅核心資產，老爺子根本冇留俾親生仔謝霆鋒同親生女謝婷婷，反而直接繞開佢哋，單獨設立咗一個家族信託基金。呢個基金唯一嘅受益人就係謝霆鋒同張柏芝生嘅兩個寶貝孫仔 Lucas 同 Quintus。而掌管呢筆巨款日常開支嘅人，竟然係同謝家離婚好多年嘅前新抱張柏芝。聽到呢度，估計好多人都會拍大髀，張柏芝今次唔係要翻身做豪門闊太？唔好急，據知情人士講，呢邊度係天上跌落嚟嘅餡餅，明明就係帶咗個沉甸甸嘅緊箍咒。信託合約入面畫咗條死紅線，所有錢只可以用喺兩個細路嘅學費、海外留學、醫療開支、日常使費同才藝培訓上面。張柏芝如果夠膽拎呢筆錢去買袋、搞投資，甚至借俾其他人，唔好意思，第三方信託機構每年都會審計賬目，一旦發現違規，代管資格即刻作廢。第二章，再婚即出局，豪門規矩背後嘅冷酷同心情。如果話資金使用限制只係普通操作，咁接落嚟呢兩條約束，先係真正引爆輿論嘅導火線。全網爭議最大嘅第一條，直接針對張柏芝嘅婚姻自由。遺囑入面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一旦張柏芝選擇再婚，佢就會即時喪失全部信託資產嘅代管資格。呢條規定一出，全網即刻熱鬧晒，好多網友都為張柏芝抱不平，覺得呢個做法太唔近人情。人哋一個女人辛辛苦苦將兩個細路養大，難道連追求自己幸福嘅權利都要俾一紙遺囑剝奪？呢根本就係變相限制女性嘅婚戀自由。不過我哋不妨轉個角度，聽下熟悉香港信託法規嘅業內人士點講。據圈內人透露，呢種再婚就剝奪代管權嘅條款，喺港島豪門其實係好常見嘅風險控制設計，根本唔係針對張柏芝一個人。你諗下，謝賢老爺子防嘅唔係張柏芝呢個人，而係未知嘅變數。萬一重組家庭之後，呢筆巨額信託資金變相流向冇謝家血緣嘅外人，咁老爺子嘅一番苦心唔就白費？所以呢個睇落好冷酷嘅條款，實際上就係為咗將資產牢牢鎖死俾兩個孫仔。第三章，每月數目嘅 KPI 係道德綁架定係血脈牽絆？除咗再婚條款，第二條規定同樣令人感慨。遺囑要求張柏芝必須每個月帶住兩個孫仔去謝賢嘅墓地拜祭。呢條規定一出，有人覺得老人家太固執，緬懷逝者最緊要係心意，硬係規定每個月都要去，唔係將親情變成冷冰冰嘅考核 KPI。但亦有知情人士講，呢個其實係謝賢留俾大家最後嘅牽絆。大家諗下，謝賢生前幾錫呢兩個孫仔，就算個仔同新抱離咗婚，張柏芝逢年過節都會帶細路去睇老爺子，老爺子入院佢都會主動去陪。呢份跨過婚姻破裂嘅真心，令老爺子完全放下咗芥蒂。所以呢個每月一次嘅拜祭，與其話係約束，不如話係老爺子就算去咗另一邊，都想睇住孫仔慢慢大嘅執念。就算冇強制嘅法律效力，但謝霆鋒同謝婷婷作為遺產繼承人，係有權向法院申請撤銷代管權。
呢個就係一把懸喺頭頂嘅劍，提醒張柏芝，你唔單止係細路嘅阿媽，仲係謝家財富嘅守護者。第4章，親生仔女只拎5%，風流一世嘅最後安排。講到呢度，肯定有人會問，咁謝霆鋒同謝婷婷呢？趁老豆嘅遺產，佢哋就淨係可以睇住？據知情人士透露，剩低嘅1成遺產，確實係兩兄妹平分，一人5%。傳聞謝霆鋒分到淺水灣嘅常住豪宅，謝婷婷就繼承咗珠寶同名表。好多人覺得謝賢太偏心，但我哋諗深一層，老爺子大半世嘅經歷，就會明白呢個分配背後嘅細心。謝賢年輕嘅時候喺娛樂圈打滾，風流倜儻，身邊紅顏知己唔少。佢成年日周圍飛去拍夫，對謝霆鋒同謝婷婷嘅成長，心入面一直都有份虧欠。而家謝霆鋒早喺演藝圈同商業領域站穩陣腳，謝婷婷喺海外都有自己嘅事業，佢哋根本唔需要靠老豆嘅遺產過活，反而兩個孫仔仲未大，正係需要大筆錢去保障未來嘅時候。謝賢睇透人情世故，將最核心嘅財富留俾最需要保障嘅下一代。第5章，25歲先可以拎晒全部錢，係保護定係枷鎖？其實設立呢個信託，仲有個非常現實嘅考慮。據知情人士透露，兩個孫仔仲細，如果一下子將過億資產交到佢哋手入面，好容易遇到被人騙或者亂花錢嘅風險。所以信託仲設咗一個分階段解鎖機制，細路要等到21歲先可以分批拎部分收益，等到25歲心智完全成熟，至得自己理財，先可以拎晒全部資產。呢個就好似俾呢筆巨款上咗個時間鎖，確保佢可以喺最關鍵嘅時候發揮最大作用。網上面成日有人轉話張柏芝手握9成遺產，係最大贏家。呢個完全係搞亂咗代管權同所有權嘅分別。張柏芝由頭到尾都只係個高級打工仔，佢冇權賣走物業，每一筆使費都要留單據。一旦違規，咁多年嘅付出就全部白費。第6章，由窮仔到四哥，謝賢嘅半世風雨同瀟灑。我哋將視線拉遠啲，睇下謝賢大半世係點過嘅。據圈內人透露，謝賢原名謝家玉，1936年喺廣東番禺出世。佢唔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嘅富二代，17歲嗰年屋企遇到變故，為咗養起頭家，佢先一腳踏入演藝圈。嗰陣嘅香港影壇競爭幾激烈，但謝賢就憑住高大俊朗嘅外形同隨性嘅氣質，喺50、60年代嘅粵語長片入面打出一條血路，成為無數少女心中嘅頂流男神。到咗70年代，佢轉去 TVB 拍劇，一套《千王之王》入面嘅羅四海，直接令佢坐穩四哥嘅地位。事業順風順水，感情生活同樣轟轟烈烈。謝賢一世最出名嘅，除咗演技，就係佢嘅情史。據知情人士講，謝賢第一段婚姻係同第一任太太甄珍，當年兩個都係金童玉女，但因為謝賢太中意玩，太風流，呢段婚姻淨係維持咗3年就結束。後來佢遇到狄波拉，狄波拉當年係港姐冠軍，兩個婚後生咗謝霆鋒同謝婷婷。但謝賢骨子入面就係向往自由嘅人，唔想俾婚姻綁住，呢段婚姻最後都走到盡頭。離婚之後，狄波拉改嫁俾機長，謝賢就繼續過佢瀟灑嘅生活。最為人津津樂道嘅係佢同細女友 Coco 嘅爺孫戀。據講 Coco 比謝賢細足49歲，兩個埋一齊嘅時候，謝賢已經70幾歲，但佢仲會拖住 Coco 嘅手去逛街買名牌，甚至公開話佢令我覺得自己後生返。呢段相差半個世紀嘅戀情，雖然俾好多人閒言閒語，但謝賢愛得坦坦蕩蕩。後來兩個和平分手，謝賢仲大方俾咗 Coco 一筆2000萬港紙嘅分手費，夠晒體面。第7章，關係好過襯新抱。張柏芝憑乜嘢贏盡謝家上下？講完謝賢嘅風流史，我哋再睇下張柏芝。好多人唔明白
點解謝賢會將咁大筆錢交俾一個外人？據圈內人透露，呢個背後係張柏芝用10幾年嘅真心同努力換翻嚟嘅。當年謝霆鋒同張柏芝嘅風之戀轟動全亞洲，兩個結婚生仔，睇落完美無缺。但2011年兩個宣布離婚，全網都睇張柏芝嘅笑話，以為佢一定會俾謝家趕走。但邊個估到離婚之後，張柏芝唔單止冇同謝家斷聯，反而將謝家上下控到服服帖帖。據知情人士講，謝賢生前接受訪問嘅時候，完全唔遮掩自己對張柏芝嘅偏愛，直認我對張柏芝一啲芥蒂都冇，佢幫我生咗2個孫仔，仲比親生女貼心。點解謝賢咁認可佢？因為張柏芝真係做得夠晒好。離婚之後，張柏芝自己一個帶住2個仔，幾辛苦都從來唔喺細路面前講謝霆鋒半句壞話。逢年過節一定帶細路去探謝賢，一句阿爸叫到比邊個都襯。據講謝賢晚年身體唔好，好多次要入院。每次老爺子病，張柏芝都會放下手頭嘅工作，自己煲好湯，帶住2個仔去醫院陪。佢會喺病床前面幫謝賢削蘋果，陪佢傾偈解悶。呢份跨過婚姻破裂嘅真心，令見盡娛樂圈虛情假意嘅謝賢完全感動。謝賢唔止一次公開誇張柏芝教仔教得好，佢話2個細路懂事有禮，讀書又叻，全部都係柏芝悉心教導嘅功勞。喺謝賢眼入面，張柏芝早就唔係前新抱，而係謝家嘅大功臣，係佢晚年最掛念嘅家人。第8章，豪門恩怨落幕，淨係留低深厚嘅親情。同向華強、許世勳呢啲老牌富豪比，謝賢呢套信託安排，本質上邏輯都一樣，優先保障下一代，用多重條款鎖實資產流向。只不過謝賢加咗婚戀同拜祭嘅細節，先會睇落咁矚目。整件事最值得諗嘅反差就係，外界都盯住呢2條約束條款炒到天翻地覆，反而忽略咗遺囑最核心嘅心意。謝賢一世瀟灑通透，對感情同金錢一向隨性，唯獨係2個孫仔嘅未來規劃上面，每一步都安排得好穩妥。張柏芝要承受嘅呢啲限制，本質上就係謝賢俾佢最高級別嘅信任。老爺子心入面明明白白，只有細路嘅親生阿媽先會真心實意將錢全部用喺孫仔身上。呢啲約束唔係防人，而係俾呢份信任加多一重保障。講到底，呢份過億嘅遺囑入面藏住嘅係一個老父親、老爺爺喺生命最後嘅時候對後代最深嘅牽掛。佢用盡最後嘅力氣為屋企嘅細後輩撐起一把一世嘅保護傘。至於呢啲規規矩矩，喺長長嘅歲月同深厚嘅愛面前，可能早就有咗唔一樣嘅溫度。各位睇完嘅朋友，睇過謝賢呢跌宕嘅一世，同埋呢份充滿爭議嘅遺囑，你哋覺得張柏芝可以頂得住呢啲壓力嗎？歡迎喺評論區講下你嘅睇法。